咱今年台南市政府交兰花发展协会办的2022台湾国际蓝展已经圆满成功。咱今年克服天气无好的因素，加疫情的因素，咱今年嘛阁创下足好的成绩。包括咱入来参观的民众超过206655个人。咱未来3年到5档，咱的外销的订单嘛118亿6500万，2档无办这国际蓝展。今年伫咱农委会、农粮署交兰花协会大家共同支持之下，咱台南市政府办了一场足成功的蓝展。伊兰花展结束了吼，从这花转用来阮台湾市场，继续咱这市场，甲举办这个兰花展。但是这回用过实在是足水。我觉得这个粉粉的、紫紫的很特别，还有那种糖果的包装，在这个很像一个礼物的感觉。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施政3分钟》。睽违2年，台湾国际蓝展今年重新举办，以线上线下模式同步进行，吸引超过20万人次进场，外销订单更创下超越以往的成绩。此外，展览结束后，也将布展的兰花分送到台南各区重新布置，让台湾兰花产业的效益遍地开花。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次的睽违2年之后，台湾国际蓝展，可以说是大放异彩。那参观的人数破新高，突破20.6万人。然后这个现场的票箱的收入也创新高，突破了1064万。好，然后这个一些周边的商品的这个贩售，也超过300万。但最重要的兰花的接单，这次未来估计在3到5年内突破118亿。之前的记录是100亿，那现在的这个已经突破118亿，所以成长18%。这个展览10天的展览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是延续的这个前2年的这个遍地开花。我们把这些展场非常漂亮的兰花，而且还在花期中的兰花，我们就移植到台南市其他许多大的景点，包括机关，包括学校，包括场站，像高铁站，像这个台铁站，还有包括许多人潮聚集的地方，让许多的市民朋友们也可以借着出入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小型兰展，心情会好很多。是接下来我们后壁兰花生技园区还要由中央跟地方，主要中央接手，来把这个生技园区办得更好，真正把台湾兰花产业带向世界，走向国际杯，然后这个能够再次的大放异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4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本土确诊的人数不断增加，为了要让医疗量能有够，26号的上午，台南市居家照护服务中心启用，分别设置健康保护、生活关怀2个办公室，并提供2个专线来让民众打电话咨询，希望当陪伴市民朋友做伙度过疫情时代。疫情确诊人数一天不断的增加，为着要确保医疗量能爱应付会来，台南市居家照护服务中心26号正式启用。服务中心分成健康照护，也有生活关怀2个无同的办公室，开放给民众会当透过专线打电话入来咨询。健康照护的专线是06-288-0115，生活关怀的专线是06-390-1551。市府团队为着要应应疫情，做好全方面的服务，做伙共度难关。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为各位开箱我们台南市因应这个启动居家照护的部分，我们的居家照护关怀中心的一个启动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背后的这个居家关怀中心，有一些我们的医疗人员，还有医护人员还有一些合格的人员来做一个关怀。那基本上这个每天的这个
的那个身体状况的询问，由专业的医护人员来做。那这个初步启动是由4家医学中心，包括成大、奇美、市医，还有安南医院，来启动。那第2步会启动区域医院，像郭中和等等。第3波会启动地区医院跟诊所来投入这个居家关怀照顾。但是除了这个医疗关怀之外，我们平常的包括物资的调度，关怀包，还有其他的这个人员的安排，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有居家关怀中心在做统一调度。因应将来可能如果说每天有4万5万，那台南少不得也有500、800、1000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这个启动，还有大量的人力来投入这个部分。但是有一些部分是要有医疗专业证照的人，有一部分是可以一般的职工，中间还是有一些分野，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来了解我们这个已经开始配合中央的这个居家关怀照顾的方式的启动。居家照护中心的评估确诊者个案的健康状况，也有居家的环境，提供给市民朋友清楚明看是毋是会当居家照护。除了确诊者居家照护的部分，嘛提供一般的民众，若是有生活上的问题需要提问的时阵，嘛拢会当打电话到生活关怀需求的办公室，希望透过公部门的共同努力，会当予市民朋友更完善的服务。好，台南市政府呢已经在今天开始成立了生活关怀服务专线，那请民众呢打0639015551这支电话。那我们现在目前呢这支电话有10项的服务，那包含7个局处都进驻在这边哈。那民众如果有一些生活上因为疫情生活上需要关怀，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在这边。来这边我们会提供必要的服务。那当然，另外1999我们也还是继续提供服务。那请大家多利用台南市政府的服务专线来取得最佳的服务。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会定期会上午环保卫生部门业务报告甲质询，因为疫情的关系，医院质询焦点大部分放伫环保局。环保人员除了要负责本所的清运，另外还阁有确诊者行过的所在，拢要有环境的清消。对此，议员关心清洁人员的防疫物品，甚至是快筛试剂，是毋是有够用？因为疫情的关系，环保局清洁人员除了负责平时的粪扫清运，另外对着居家隔离的粪扫处理、甲环境的清洁甲消毒，工作量会用讲增加袂少。对此，这位议员纷纷替清洁人员来签名，该当人员不足，该补人就要补人。至于第一线的清消人员，防疫的物资是毋是充足，甚至适时来提供快筛试剂等。机长，你怎么去保护他们？你如何去替他们做好一个防护网？基本上呢，我们清洁队员的这些防护用具，包括口罩，然后面罩、手套，然后这个部分呢，还有我们的消毒液呢。都随车会配备，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有做。当然，主要是要我们的清洁队员呢，在工作的时候呢，还是要确实落实这个防疫的措施。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有一再的要求。那至于说，所以同样的机长，你要求他们，你就必须要把一些配备做好。有一定有配备做好。你不要把它推在前面的时候，你说配备，你要求他做好，什么都没有。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有给他。所以你一定要做好。第二就是说，当然每个人接触的时候都会怀疑，我是不是今天怎样？因为他也必须要回到他的家庭里面，他也怕他把他的一些病毒带回家，所以他也是蛮担心的。所以现在的快筛剂，事实上大家就是非常的，就是大家非常抢手因为足强嘛。非常强。快筛剂，你是不是要提供给他们？我们如果有质疑的时候，环保局有准备跟你做报告。都已经准备好了吗？我有切吗？我们在大概1个月前就已经采购了。都已经采购了，就已经这个我事先就考虑到了。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新冠疫情本土的病例来增加，虽然中央无愿意再公布确诊的卡额，因此有议员担心环境的清消问题。对此，环保局回应，原则上公共的场合，环保局也是会做清洁甲消毒。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除了关心环保局清洁人员的防疫物资，另外嘛有议员关心咱市的焚化炉处理量能不足的问题。以咱市一天要处理粪扫的量是1800吨，2座焚化炉干会当处理1350吨。议员呼吁，为着要避免未来粪扫处理袂了，建议环保局应该摕出作为，焚化炉该新建就爱新建。环保政策的推动是需要长期的累积。台南市对粪扫卖落地、粪扫分类回收、到粪扫的减量等，拢是一步一步向前的迈进。毋过看到环保局业务报告，一天的粪扫处理量还有450吨的缺口，对此议员无分压力，要求环保局要赶紧规划，避免未来粪扫大战。过去我们从垃圾不落地到垃圾分类到资源回收，一路的在捡垃圾。为什么这个政策实用了10几年以后，到现在变成是一个垃圾大战？垃圾大战现在是没有解呢，你是没有把方法告诉我们，你搞起码把它包起来了呢，开始催生焚化炉，因为焚化炉3天内若无去，这粪扫无法度烧，我即马只是甲包起来尔。其实焚化炉我们在109年就开始规划，所以那当然是因为有其他因素在暂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弥补这个空窗期是这样，所以暂时打包是这样。局长，焚化炉的新建势在必行，因为那个已经老旧，但是我们不希望一个公共事务的新建，尤其是它后面的代收费用太可观了。我们整个环保局的清运人员，面对所有大楼都涌进来的时候，你们有办法去消耗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吗？目前没有办法。目前没有办法，但依法又可以，对不对？所以你们要想办法，这样子怎么处理？是因为民间他们收了之后，他们要哄抬一些价钱，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转嫁到我们环保局身上，你们就承受不了，要消化不了，这样子怎么办？一样都是大楼，有的大楼是委由民间去处理，有的大楼是委由我们环保局去处理，这价钱之间差很多。所以那个局长跟科长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们也要有从长计议的一个想法。议员以大楼清运为例，虽然环保局鼓励新起的大楼粪扫会用的委外来处理，但清运的费用却一直在起。如果大楼若依法要求清洁队来清运，局长嘛坦承无法度负担。对此，议员要求环保局应该甲民间业者沟通，除了确实做好资源的回收。另外嘛，袂用个随便来调起清运的费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推动小黄公车以来，除了弥补公共运输的不足，嘛互看作是上有温度的市政。26号上午，第19条的路线正式伫关田区来开通，其中六乡地区嘛是伫12档后，搁一摆有公车的服务，互乡亲感到非常的甘心。为了弥补公共运输不足的所在，台南市推动小黄公车嘛进入关田区偏远的部落。其中六乡地区根据台湾巴士协会所提供过去对8块起跳的客运票金，见证当地公车已经停开12档的不方便。26号用小黄公车的正式通车，嘛互乡亲感觉足甘心。3、2、1，请拉踩！大台南小黄公车关田区正式上线。来，我们看到这张有车票，心内就有感啊，有感觉啊吼。这个以前吼，坐客运的吼，迄个为8块起到9块，起到12块，起到14块，到16块，起到倒掉。我度啊，因为就是咱迄个客运公司吼，少人坐啦，伊就无钱通换新车，所以呢，咱就知影讲，对着即个建设的服务，咱是希望讲，互百姓，互咱的时代有一个行路的一个交通的方便，安尼，咱就甲业者来结合，安尼对政府有帮助无？有啊。第一方面，咱互百姓来有享受到；第二，咱成本也较降低，因为你补助大车，
补助大家一年爱400-500万以上，结果补助阁无够伊的开销，尾就倒掉。所以呢，咱用小车坐了较舒适，补助毋免开较济，大家阁会当感觉足利便。高雄局长表示，关田比较其他区域消防公车的路线，分固定的班次，照到徛牌的手地当坐。另外，就是打电话预约，2个人以上地当，65岁以上的长辈同款是免费。他不见得每天都有班次，因为他会看原来这个西南客运服务的局时的这个车辆跟司机的这个调度的情形，那以及绕进去之后呢，在南部里的社区里面路都很小，所以用大公车在里面跑，其实也容易危险，也这个行驶上也不方便，所以这次把这个绕死的部分截掉，那我们来提供小黄公车服务，那同时让这个服务更便利之外，每天都有定线定班，而且可以预约服务。另外是小车在社区里面走也比较安全。关田正式开通的消防公车当中，第一大车队也提供一台高级的进口车，毛市长庆幸来试坐宣传，欢迎乡亲老就医、就学通勤，也是采买拢会当得利用。台南新闻军职何秋芳采访报道。咱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市甲全国中小学办班有领去的政策正式启动。台南市长韦铁，佮有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佮有教育部长潘文忠，透过线顶的方式做伙来共同见证。希望会当互台湾囡仔伫这样热的气候，可以当有舒适的学习环境，提升学习的效益。全国中小学办班有领去的政策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韦铁透过线顶的视讯方式，甲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佮有教育部长潘文忠做伙来共步启动。市长非常的感谢行政院、教育部，也佮有经济部的大力支持，互台南市会当有更有效率的来落实政策。同时嘛，感谢教育局的同事，也佮有各学校的人员共同努力，互政策会当如期如期来执行。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全国同步启动的这个班班有冷气，非常感谢行政院苏院长还有教育部经济部的长官，能够让我们有这个经费来这个做好这个班班有冷气，要感谢教育局的同仁，大家将士用命，让我们能够这个如期如职的完成。那现在开始像今天这么热，那小朋友在教室里面学习，如果没有这个好的舒适的环境的话，他们讲学习是事倍功半。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个冷气的建制，让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学习，也提升学习效率，家长也更放心。但是我们也要做好防疫哦，特别尤其我们小朋友都没有打过疫苗，我们希望能做好防疫，希望大家班班有冷气，学习没烦恼。谢谢。台南市教育局指出，只要室外温度达到28度，或者是外口的声音伤吵，还是讲空气品质伤歹的话，就拢会当开冷气来，互学生佮老师的上课效率会当提升。另外，嘛共步来推动校园的能源管理系统 EMS， 除了会当管理学校用电，嘛会当互学生会当透过面板，随时会当看到学校太阳能发电，还是讲用电的资讯，落实绿色能源的教育。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南区的民和公园伫2019年整建完工，成为台南市第一座地景式的特色游戏场。但是市员林美燕服务处煞接到家长订正，指出公园内面的人工草皮规片拢掀起来，囡仔伫内面耍的时阵是真危险，佮无好看。市员林美燕26号下晡邀请到相关的单位来到场来会勘。并要求要赶紧处理完善。市府开了1500万精展预算，打造出咱市第一座地景式特色游戏场的民和公园。其中以170万投入儿童游戏场的改建，主要是增加人工草皮的铺面以及游具等等。但是启用无够适当，游戏区的人工草皮刷已经破损，
市员林美燕特别邀请市府相关单位来现场会勘。现在因为大太阳，没有小朋友来，那你如果下午的这边很多，尤其是假日的时候更多人，不是我们南区的小朋友来，外地的小朋友也来了。那我们现场看到这个人工草皮，事实上破坏的程度，让我们觉得对小朋友一个就是安全有顾虑。林美燕表示，有家长反映公园内底野狗真多，时常会看到狗仔咧相加，还会挖坑，认为公园内有真多囡仔咧佚佗，连带引发安全以及卫生的问题。狗的破坏，包括它也会来这边。随便大小便呐，哈，也会造成细菌的滋生呐。那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求公务局赶快做一个安全围篱，哈，做这个安全，因为我们公园里面也有安全围篱这个设备嘛，哈。第三也希望动保处这边赶快就是针对这些流浪狗的地方的这个问题，赶快去把它解决掉，哪怕是如何抓起来去安置它，这样子，我想这才能彻底的根本解决。市府工务局对着议员的意见，表示将会尽速改善，技术来修复，然后围篱的部分我们回去再研究看看，怎么样用什么方式可以来改善。工务局主秘周渝民表示，经过研判，破坏人工草皮凶手应该就是狗只，也同步发现地电有下陷等问题，因此除了演绎加装围栏以外，也用上紧的速度一并全面检讨改善，幸福囡仔一个安全佚佗的游戏空间。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自由工商利用58周年校庆的机会，邀请到台湾职工传统的民间工艺大师苏建安，也有台湾家电王国品诺家电董事长林玉元先生，等下到母校接受杰出校友的表扬。透过大学长的分享人生历程，鼓励学弟妹爱勇敢来对望，努力开拓人生。自由工商庆祝58周年的校庆，同时嘛颁发110学年度的杰出校友奖。这摆得奖者为台湾职工工艺大师苏建安，也有台湾家电王国的品诺家电董事长林玉元。其中董事长因为咧无闲，我就亲身前来，特别交代身躯边的助理，等下到母校代表接受表扬。家庭里面容纳我们每一个各个学生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表现。在今天里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慈幼2位杰出校友。所谓的杰出，就是他们在各个行业里面都能够善尽本分，而且发扬光大自己所学。今天的2位学长，一位是林玉元学长，也就是我们大统英实业公司的执行董事；另外一位是我们苏建安学长，他是台湾工艺之家的负责人。在整个传统工艺跟时尚结合上面，真的表现得可圈可点，而且能够将传统工艺传承，这就是我们慈幼校友可爱的地方，也是我们慈幼在培育青年能够用自己所学去贡献社会、回馈社会的地方。今天我们的校庆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喜乐。透过表扬杰出校友的活动，同时会当勉励学弟学妹来勇敢追求家己的目标，确定目标了，就要努力来向前行。这摆等下到母校2位大学长嘛，拢分别准备小礼物，分别来送给学校，来感谢过去的教育之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26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刘品言，咱再会。